昨日新闻传咱乡亲来去花莲，这个出现一个解封后头一个连续的假期，花莲的观光客是有够多，像讲在地面店啊，若是餐厅，若到用餐食饭的时间拢客满，一般的业绩差不多拢成长2成到3成，连这卖食料、卤味摊的业绩嘛有够好，有生意人真巧，惊讲人一个借钱的算甲火气，直接就用这个树冷来做记号，一条代表一盒是100块，2条200块，清清楚楚。 1月到10分的时间，餐厅门口就青蛙真侪意外的人客，开间店面一个吵，走队无用点在收盘，柜台人员电话嘛接袂离。哦，电话连凌晨都有电话，然后粉丝专业都有讯息一直在拨进来。翠暗解封了后，头一个小连续假期，花莲有名的餐厅来真侪游客高官，厨房内底无用气，拢伫咧传好食的料理。人潮多了2、3倍。 对，然后这次的廉价真的人潮真的非常多。观光游客走来到花莲，玉里有名的面店啊，细间店面内底一个可出，门口真侪人伫咧排队。头家员工前面一个手会酸，又毋过趁钱趁甲喙笑目笑，业绩嘛比平常时啊加2声歌。 新北啊，你们是第一次来这边吃还是？第一次。高雄，因为玉里这边最有名的就玉里面了。甲倒好鸡肉菜伫咧等会，互人客拣啊拣，看树冷白几条，计数就是偌济，一条代表100，2条200，唔惊人客济，算钱算啊花，人客笑脸够香味，大家要甲笑眯眯。 回乡的，我们住台北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啊，你们特别过来这边买？对呀。你拢一礼拜摆2天，我拢会来买啊。介绍直起，不过业者选择薄利多销，民众趁年假回来故乡，来到后山地休喘一下，嘛互业者趁钱趁甲又洗洗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